苦了，我来吧。哎，别动。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让女人干了，要我们男人有什么用啊？进屋吧。老婆，营養早餐一定要吃哦，喝酒會傷胃。晚上早點回家，我去上班了，愛你。博士啊，你牽着我在這兒溜半天了，你什麼意思啊？這匹馬的性格呢比較內向，我是想讓它跟你多接觸接觸，沒準兒性格能有所改變呢。你到底什麼意思你？我什麼意思你還不明白嗎？年姐，這是4號桌客人給的小費。查查是誰服務的？不用查了，今天所有的服務都是那位戚先生做的，他不讓我們插手，說我們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照顧好你。年姐，他就是你的男神嗎？他說話好溫柔啊，又高又帥。趕緊你忙去。幹嘛一直看着我？老板娘，对我今天的表現還滿意嗎？什麼也不用說，更不用謝謝，這都是我自願的。服務生結賬。我來。別動，放下。我喜歡你簡單、暴力，還有那麼一點點小潔癖。大哥，你是誰呀？咱有什麼話好好說啊。如果沒什麼意外的話，像你這樣的女漢子心裡，總會有一位小姑娘。我心裡也有一個小男孩，而且一直在收藏你的心。閃閃，怎麼是你？嚇死我了！你這什麼意思啊？也許走的地方越多，膽子越小了。我一直想鼓起勇氣向你表白，可是我又不能接受你嘗試走婚的這種戀愛模式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收藏你的作品。是的，今天我終於鼓起勇氣，我要向你表白。妹妹，我跟你說啊，我今天還有很多作品，都非常非常的有創意，到時候你一定要去看，好嗎？妹妹，我很喜歡你的作品，大膽，機智，而且有一種邂逅的感覺啊。David，你很優雅，是，你很性感，你很爺們兒，很多女生都非常的喜歡你。那太好了。David，別那麼大的勁兒，我有要緊的事兒跟你說。David，別動，別動，別動。對，手保持着，別動，很好。David，你是一個非常好的人。
也是一個非常有品味的藏家。我希望我們就保持這樣的距離，我不願意失去你。拜拜。那就让我继續收藏你的心。謝謝。看來你真是變了挺多啊。是嗎？人都會變的嘛，主要看是為了誰。今天我找你來，主要是想告訴你，我挺感謝你这段時間以來為我做的這一切。在我最困難、最無助的時候，照顧我、幫助我，我挺感動的。我想關心你，我想照顧你，想讓你更好。我知道，但是你知道的，我經歷過一次失敗的婚姻，所以我對於婚姻特別的恐懼。我也不想說啊，我再也不相信男人這樣的鬼話，但是我真的不敢。我不敢再把我的人生托付給任何一個人。我覺得這就像是在打賭，我輸不起。現在除了我的孩子，我不會再依賴任何的一個人了。我只想要安安靜靜地把我的孩子生下來，教育他，照顧他，一直看着他長大。所以，我不想要再浪費你的時間了，對不起啊。對不起。突然一天沒有你的聲音，天空偏偏還下雨，手機沒聯繫也不回信息，氣壓低的我不能喘氣。棉姐，今天的流水一共是